好型啊！頂你！小學雞撐粗口你。對住天頭先講，如果我2、3月知道佢有呢件事，我係撲街死嘅。豪奇分手鬧劇上演咗咁耐，很奇、頹豪、唔衰、痴漢，兩幫人互數，個個都唔抵幫，唯獨鼎爺嗰度話係咪黐線啊？我得啦，粗口橫飛，深得一班小學雞支持。係咪啊？佢哋黐線咁我啦，係咪嘢啊嚇？係咪幫就連詹 Sir 都嚟抽水。其實鼎爺一生人都好有霸氣㗎，18歲拜師習武，20歲做埋龍虎武師，之後做過4哥替身，88年仲拍埋荷里活片《搏擊之王》，掌摑上格雲頓。拍戲㗎？你真係知啊？係啊，係啊。我教過嘅嘢添。騎馬叻就係人都知，不過識玩滑板你又知唔知呢？滑板嗰啲係教個仔教我啫。係咯。養我好多嘅喎，盆栽我而家都剪緊啲盆栽啊。威水士多羅羅，難怪講句我哋黐線嘅喎，都大聲過人啦。